好似係跌咗個最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集同大家分享美容儀，手上面全部都係自己買嘅，用後嘅評價、優點同缺點都會講。呢度嘅價錢由幾百蚊到4位數都有，用得最耐嗰個差唔多有10年。邊款係我至愛，邊款係智商水，而家就即刻去片講俾大家知啦。未睇片前撳個訂閱掣就會收到我最新影片噶啦。第一個先講咗呢個買咗最耐，差唔多10年前買嘅啦。睇到呢啲位唔係令立立都知用咗好耐。呢個佢係叫水晶頭有震動嘅美容儀，上網都揾唔到呢個牌子啦。印象中就大概200至300蚊樓下到啦。不過我喺 iHerb 都揾到類似呢啲水晶頭嘅，佢呢款就叫按摩滾輪，其實都係差唔多原理。我呢款點解而家 keep 住有用？一來佢冇壞，二來佢係可以換頭嘅。佢係有一個粉紅水晶、紫水晶，仲有呢個白玉石嘅滾輪。舊式呢啲就唔係叉電嘅啦，要用1粒 2A 電。開關就喺下邊入電呢個位，扭鬆少少，自己就會震噶啦。因為水晶就自帶冰涼感，可以消腫，一早起身眼腫面腫就可以揾佢嚟碌一碌。就咁貼住個眼袋印下印下，因為佢個冰涼感就可以減輕眼腫。又或者做完磨砂喺啲粗大嘅毛孔位置印一印，等佢收返細。呢個碌就係咁樣碌下碌下塊面就可以減輕水腫。網上面就見有啲人將呢啲玉石擺雪櫃，雪到凍先拎出嚟用。有時剪片或者隻眼好攰好痛嘅時候，我都中意用呢嚿水晶咁樣輕輕咁撳下呢個位，就會好舒服噶啦。眼部按摩儀我就有2部，都係今年買嘅，2部都係用 USB 插電。先講咗呢一支，其實係買同牌子負離子疏送嘅，上返去個官網就見到係賣788蚊。有3個功能，熱敷就可以加強眼霜嘅吸收、血液循環；紅光就可以生膠原蛋白；震動就消除眼部疲勞、淡化黑眼圈。冇得調校強弱，所以我覺得佢內置嗰個溫度貼喺眼袋呢啲位置就太熱，加上眼睛嗰個皮膚係比較薄，我就接受唔到呢個熱度。用完之後薄嘅皮膚嗰度就紅咗，所以我就唔敢再用。不過我間中都會用呢部機碌下虎紋同埋手紋，呢啲位置就可以適應到佢嗰個熱度。雖然呢支係送嘅，但係間中咁樣用下就唔使將佢打入冷宮啦。另一支眼部按摩儀係之前觀塘廚具開倉嗰度買嘅，可以睇返呢條片。因為佢係出新機，所以舊機就做特價。好彩上網都仲揾到呢個機嘅資料。金色嗰粒係24K 嘅鍍金，係滾珠型，可以喐嘅。側邊呢個係叫變色環，兩樣嘢都可以拆出嚟洗，同埋都係防水嘅。得一個掣，同埋係內置溫度。開機就會自動震同埋加熱。有2個震動，但係我覺得分別唔太大。粒珠開始微暖嘅時候，就見到個色環中間嗰度開始轉色。佢嘅溫度我就覺得啱啱好，貼喺個眼袋係舒服嘅，唔會過熱。所以又係對住個 mon 太耐，用呢一支棒熱敷個眼球周圍舒緩一下都唔錯嘅。黃金同我哋嘅皮膚係正負離子，就可以自帶導入。咁就可以將啲眼霜或者精華就更加吸收啦。唯一個缺點就係呢粒珠唔係好容易推得喐，要搽啲好厚嘅 gel 或者敷緊眼膜嘅時候先至容易喐。敷緊 mask 嘅時候就會碌下呢個位提一提味，所以有時搽啲好薄嘅眼霜都唔敢用太大力，因為咁樣扯就好易出眼紋噶啦。呢個美容儀係喺 Facebook 睇直播，見佢大概1000蚊就買返嚟試下，大約就上年買嘅。見佢細部，諗住帶去旅行用都方便。用落就覺得一般，性價比唔高，但係都會略略講下佢嘅功能嘅。佢有4個功能：微電流、凍敷、熱敷、排毒。佢嗰個微電流係間歇性咁震動嘅，亦都係4個功能用得最多嘅一個。平時敷完面膜有剩嘅精華喺塊面嗰度，就會用佢嚟幫助吸收。凍敷呢個就可以愛嚟收毛孔，熱敷就可以放大毛孔幫助吸收，加強血液循環。
最下邊排毒嗰個掣，佢部機係長時間咁震，所以我都好少用嘅。美容功效我就覺得冇乜嘅啦，不過佢係可以日日用，所以就當一個普通嘅導入機，幫助啲護膚品吸收咁樣用啦。跟住呢個一睇個牌子應該知道係咩機，唔係拍呢條片，我已經將佢打入冷宮，抄翻出嚟，見到個盒封晒塵，就知我好耐冇攞佢出嚟啦。印象中冇10年，都係8年前已經買咗噶啦。Viva 直到而家喺日本都仲見佢出新機，佢係一個有微電流嘅白金美容滾輪，用微電流按摩緊緻肌膚。好多人買嚟瘦面嘅，評價就一般，因為個微電流冇乜感。我買嘅時候係諗住用佢嚟碌下啲頸嘅淋巴，同埋佢愛嚟碌膊頭嗰啲筋係好到位嘅。不過有時用得耐，揸住呢嚿嘢都幾攰下，同埋搬屋嘅時候將佢擺埋咗之後就唔記得咗佢啦。都係靠呢條片我先至記得去揾翻佢出嚟用啫。咁多年後呢部機應該冇咩吸引力噶啦，反而我就對佢啲新 product 負離子梳、氣泡花灑頭燒到，都係做多啲功課睇下先至入唔入手啦。呢個牌子大家應該都好熟噶啦，經常喺 Facebook、IG 洗版嘅 Medicube 美容儀。呢個我都係上年買噶啦，反而我第一部機就冇入手佢嗰個導入儀，就入手咗呢一部。佢呢部叫做高射頻膠原美容儀，佢係唔使用導入 gel 嘅，搽完護膚品就咁擺喺塊面嗰度碌就得噶啦。見到佢盞燈斬下斬下，即係貼啱皮膚。如果貼唔啱皮膚，盞燈就會停嘅。有5個強度可以調校，同埋有5種嘅 LED 色光。最方便就係可以用個 app 調校，就唔使拎開部機去撳掣。我只係開第一度，同埋有跟足佢嗰個指引，唔可以停留喺個皮膚上面，要不停咁喐。但係每次用完之後，頭先啱啱碌完呢部機，熄咗眼燈俾大家睇下，塊面係每次碌完呢一個位同埋呢個位都係紅嘅，同埋而家係塊面係好興，咁所以呢部機我淨係開1度都已經覺得好勁，見到皮膚唔係咁受到我就好少用，所以即時都要噴翻啲精華降溫。雖然寫住可以日日用，但係我個皮膚接受唔到，我就會隔開咁用。用咗一段時間，凹陷啊、虎紋位就冇明顯改善，唔會見到明顯噴翻脹呢啲虎紋同埋蘋果肌。用完都算有感嘅，因為佢個熱力夠，所以我都會 keep 住繼續用，就避開敏感嗰啲位置。因為膠原每日都會流失，所以我都會 keep 住用呢啲美容儀去幫助新增膠原蛋白。用完真係敏感到紅咗，就即刻用頭先嗰啲冷敷嘅降溫機降下溫就 OK 嘅。最後一部算係我嘅最愛，有睇開我頻道講護膚品嘅都見過佢出現過，買咗差唔多2年啦，就係呢一部 Yanman 嘅美容儀，佢係日本製造，型號係 M22，而家已經出到去第2代嘅啦，我呢個係第1代，佢係算一個幾全面嘅美容儀。機身有3粒掣，最下低嗰個開關同埋較唔同嘅毛，做完一邊面佢會有提示做另一邊面。第一個掣就係導出。掹開呢個瓷吉同埋個透明膠，放個化妝棉，我就用自己嘅爽膚水，然後吸翻實佢。導出嘅時間兩邊面夾埋係3分鐘，一共有5個 step， 除咗眼部護理2分鐘，其他都係3分鐘，總共就係14分鐘完成成個 step。再撳一下就係 RF， 就係橙色同埋紅色光。撳上邊 W 嗰粒掣就可以轉換做美白。每次有啲暗瘡印同埋啲色斑位，我就會車多幾下。第3下就轉咗 EMS， 就係紅光，係橡筋彈下彈下嘅感覺，我已經用到 Level 5適應咗啦。再撳就係眼部護理，呢個已經用到無感啦。最後個 step 就係藍光 Cool Down， 有時生幾粒痘痘，我都會單獨用呢個藍光，因為佢有抗菌去痘，舒緩毛囊發炎。初用佢嗰個微電流係有啲冤痛感，正係呢一個感覺，同埋見到啲皮膚喺度跳彈，就覺得真係喺度做緊嘢。因為同啲皮膚做運動，等佢唔好越嚟越鬆或者下垂都係好緊要嘅。雖然做完之後唔係見到明顯嘅效果，同埋唔可以日日做，1個禮拜做1至2次，但係咁耐以嚟我都有 keep 住用，當係一個長期嘅保養都係好緊要嘅。
我已經用到去 Level 5，開始都已經越嚟越冇感，所以都要儲定錢，物色下新機或者其他牌子嘅機啦。睇到最尾嘅觀眾又分享下點樣平價入手呢啲美容儀，譬如 Medicube 同埋 Young Man 呢啲大牌子，除咗喺佢官網嗰度買，其他地方都會有得買嘅。喺官網買一般就好多贈品送嘅，唔要呢啲贈品就可以留意下啲電器鋪或者網上嘅電器鋪揾下夾下價，但係就要留意行貨同埋水貨啦。Medicube 我就喺官網買， Young Man 就喺 Price.com 嗰度買行貨嘅。題外話， Young Man 佢呢個充電頭係要配翻佢自己嗰條充電線，搬屋嘅時候以為自己掉咗，要去旺角個公司嗰度買，差唔多500蚊一條，最後當然揾翻，而家有2條呢個充電線。最後呢部其實諗諗下，佢唔算係美容儀，佢係一部頭部嘅經絡按摩器。其實頭皮同塊面係同一塊皮膚，除咗要保養塊面，頭皮都唔可以忽略，要好好保養。抄翻啲美容儀出嚟，先發覺自己買咗唔同嘅頭髮用品。有冇膠智商水？留翻下次等我分類好，再同大家分享下我屋企嘅頭髮用品啦。今集分享片就去到呢度啦，我嘅頻道每個星期都有新影片推出，撳個訂閱掣就唔會錯過噶啦。多謝大家收睇同埋留言、讚好、分享、訂閱，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。